今日想同大家傾下中國娛樂圈入面4位超靚女，劉亦菲、劉詩詩、楊冪同唐嫣。佢哋唔單止樣靚，演技都好犀利，粉絲多到爆炸，真係好多人成日都喺度討論邊個最靚、最有氣質。咁到底佢哋4個有咩唔同？邊個最啱你心水？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齊慢慢講，等你了解多啲佢哋背後嘅故事、代表作同埋佢哋身上嘅獨特魅力，睇完你一定會有自己嘅答案。第一 part， 劉亦菲，神仙姐姐，真係仙氣逼人。講到劉亦菲，大家第一時間都會諗起神仙姐姐呢個稱號。佢個氣質真係好特別，好似仙女落凡間咁，靚得唔似人間。劉亦菲嘅背景，劉亦菲係湖北武漢人，細個就學舞蹈同音樂，後尾考咗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。佢媽媽本身都係演員，所以佢由細就浸淫喺藝術氛圍入面，呢點令佢嘅氣質同演技都好有底蘊。代表作有啲咩？最經典嘅梗係《神雕俠侶》入面嘅小龍女啦，佢將小龍女嗰種冷艷又純潔嘅感覺演得好到肉，好多人睇完都話佢真係仙氣十足。之後佢仲參演咗好萊塢嘅花木蘭，雖然部戲有啲爭議，但劉亦菲嘅表現依然好吸引人，令好多國外觀眾都認識咗佢。劉亦菲嘅魅力係咩？佢嘅魅力就係嗰種淡雅出塵嘅感覺，唔使化妝都咁靚，笑容溫柔又帶點神秘，好似仙女咁，令人忍唔住多望佢幾眼。第二 part， 劉詩詩，優雅知性，溫柔氣質女神。講完劉亦菲，轉頭講講劉詩詩。佢嘅氣質就比較溫婉、優雅，帶有一種知性嘅感覺，好似隔住屏幕都感受到佢嘅溫暖。劉詩詩嘅成長，劉詩詩係北京人，細個學咗好多年舞蹈，呢啲令佢嘅肢體語言特別有韻味。之後佢入咗中央戲劇學院，專注學表演，演技紮實。代表作包括最出名嘅係《步步驚心》，佢飾演嘅若曦好有層次嘅堅強又柔弱，演得好細膩，令好多觀眾感動到喊。另外佢喺《女醫明飛傳》同《那年花開月正圓》都演得好好，證明佢唔係淨係靠樣靚，演技真係有料。劉詩詩嘅魅力，佢嘅魅力就係內斂又溫柔，笑容自然又真誠，好似你身邊嗰個好朋友咁，令人覺得好安心。第三 part， 楊冪，時尚女王，實力派演員。講到楊冪，大家都知佢係時尚圈嘅常客，唔止樣靚，仲好有個人風格，係好多品牌嘅寵兒。楊冪嘅背景，楊冪係北京人，細個已經入娛樂圈，靠住努力一步一步做到今日嘅地位。佢唔單止係演員，更加係一個懂得經營自己嘅明星。代表作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入面嘅白淺仙女，真係靚到令人窒息，演技又好，令佢人氣急升。另外，《宮鎖心玉》都係佢嘅成名作。近年佢喺《扶搖》、《親愛的》、《熱愛的》等現代劇都演得好好，演技越嚟越成熟。魅力係咩？楊冪嘅魅力就係多變同自信，無論係甜美定冷酷女王，佢都可以輕鬆駕馭。佢嘅活力同自信好有感染力，令粉絲好欣賞。第四 part， 唐嫣，甜美可人，鄰家女孩 feel。最後講講唐嫣，佢俾人嘅感覺就係好自然同甜美，好似隔離班嘅鄰家妹妹咁親切。唐嫣嘅背景，唐嫣係上海人，中央戲劇學院畢業，演戲路線好廣，古裝同現代劇都拍過。代表作有邊啲？佢嘅代表作有《仙劍奇俠傳3》、《下家三千金》同《何以笙簫默》，特別係同鐘漢良嘅拍檔，令好多粉絲心動。魅力係咩？唐嫣嘅魅力就係自然甜美，冇咩做作，令觀眾覺得佢好真實，好舒服。第五 part， 4大美女嘅相同同唔同。講完4位女神，大家可能想知佢哋有咩共通點同分別。共通點，4個都係有藝術底蘊，演技唔錯，形象正面，粉絲多，作品質素高。唔同點，劉亦菲係仙氣飄飄型，
劉詩詩係優雅知性型，楊冪係時尚自信型，唐嫣係甜美親切型。第6 part， 你鍾意邊個？其實4位女神各有 fans， 大家喜歡佢哋嘅理由都唔同。你又係鍾意邊個啊？係仙氣女神，定係優雅溫柔，定係時尚女王，定係甜美鄰家妹？近年劉亦菲嘅發展主要係國際市場同中國內地影視劇。影視作品2020年，劉亦菲主演嘅迪士尼真人版花木蘭上映，雖然因疫情影響票房唔算理想，但佢喺國際影壇嘅曝光率大大提升。呢部戲令佢成為全球華人影迷嘅焦點。之後佢繼續參與多部中國古裝劇同電影拍攝，例如《夢華錄》等，保持住高質量嘅作品輸出。佢亦有參與部分國際合作項目，試圖進一步打開海外市場。私人生活，劉亦菲嘅私生活比較低調，唔太公開感情狀況。佢專注於演藝事業，偶爾會喺社交媒體分享生活點滴，保持同粉絲嘅互動。佢嘅氣質同形象依然係時尚品牌嘅寵兒，多次擔任國際大牌嘅代言人。公眾形象，劉亦菲被視為優雅同實力兼備嘅女星，喺粉絲心目中有好高嘅地位。佢嘅影視作品多以古裝仙俠、文藝片為主，形象清純但唔失成熟韻味。劉詩詩現況，劉詩詩喺古裝劇界嘅地位非常高，尤其係《步步驚心》令佢一炮而紅。近年佢嘅作品同生活都有唔少變化。影視作品，劉詩詩近年主攻電視劇，主演咗幾部口碑唔錯嘅作品，例如《如果蝸牛有愛情》、《親愛的自己》等，演技穩健。佢比較少參與電影拍攝，專注於電視劇市場，保持穩定嘅曝光。佢嘅作品多以都市情感劇為主，形象溫婉大方。公眾形象，劉詩詩形象健康正面，深受觀眾喜愛，尤其係中年女性粉絲群體。佢嘅氣質溫婉，風格比較內斂，係典型嘅氣質女神。楊冪現況，楊冪係內地娛樂圈嘅一線女星，除咗演技外，佢嘅商業頭腦同製作能力都好強。影視作品，楊冪近年主演咗多部熱播劇，例如《三生三世枕上書》、《暴風眼》等，收視同口碑都唔錯。除咗演戲，佢仲係製作人，自己嘅工作室出品咗多部受歡迎嘅劇集，喺幕後發揮實力。佢嘅作品類型多元，由古裝仙俠到都市現代劇都有涉獵。佢經常喺社交媒體分享工作同生活，人氣依然高企。公眾形象，楊冪被視為時尚達人，經常出席時裝周同各大品牌活動。佢嘅形象青春有活力，粉絲基礎龐大。唐嫣現況，唐嫣係內地非常受歡迎嘅女演員，以甜美形象同多部爆款劇聞名。影視作品，唐嫣近年主演咗《錦繡南歌》、《幸福》、《觸手可及》等熱門劇集，保持穩定嘅人氣。佢擅長演繹都市愛情同古裝劇，角色多變但風格甜美。公眾形象，唐嫣形象清新甜美，深受年輕女性喜愛。佢亦係多個時尚品牌嘅代言人，時尚感強。總結，劉亦菲、劉詩詩、楊冪同唐嫣4位女星各有特色。